好，第一個默書嘅字就係霹靂。真係唔識，將身啲下一個陷阱。寫完啦，唉，霹靂，唔可以四畫環，1分都冇俾個零雞蛋自己。默書呢個制度咧係好殘忍嘅，因為咧默書咧係冇計過咧佢識幾多字，淨係咧去計佢咧唔識幾多字。作為家長打開一個默書簿睇到嘅成績嘅時候咧，就係一齊同個制度睇住佢係減幾多分。我哋好少用另一個方法去睇，就係原來你識好多字㗎喎，不過咧喺呢一刻呢幾個字咧你係未識嘅。學下點樣幫小朋友，令到我陪佢溫習嘅時候，陪佢默書嘅時候，其實係好玩又好記，而且自己都唔勞氣，係嘛？呢班小學生家長上緊一個關於溫習默書嘅工作坊。想唔想溫㗎？中唔中意溫書啊？唔中意。講者邱彩珠係社工，佢話接觸過好多家長，為咗幫子女溫習默書，搞到好大壓力。因為咧，覺得係有範圍有得溫，只要努力咧，就應該咧係可以咧考到好高分。好多時都會好困難啊，就係覺得應該有得準備嘅，就好想作為家長盡力幫小朋友準備。我覺得我自己好冇用啊。好，個離字咧呢度要動穿頭嘅，如果冇動穿頭就唔啱啦。邱彩珠有支援學習障礙學生學中文嘅經驗，工作坊會先俾家長體驗默書，從而揾到幫子女溫習嘅方法。唔啱，呢度要減。係啊，個背字唔啱啊，唔可以掂住個木啊。我哋用咗中文咁多年咧，其實唔係好記得其實自己點樣學翻嚟。好多家長咧去到呢個模擬默書嘅環節咧，係好低分，甚至好多係0分嘅，因為佢哋發現自己原來筆畫係唔啱而扣咗分。咁所以呢個挫敗感咧，其實讓家長咧係叮一聲發現，咦，我依家日日同緊小朋友去溫習默書嘅時候，原來唔係我想象中咁容易嘅喎。咁家長就會能夠咧有一個更好嘅動機可以用正向教養嘅方法去幫助佢哋。草字咧，草字點寫啊？上小下大。邱彩珠話：一啲原本設計俾有學習障礙學童嘅認字方法，其實任何家長掌握咗之後，喺幫子女溫習默書嘅時候都好有幫助。部件車字，哇！一個小朋友讀書嘅路上咧，其實好長啊。小學就算你畢咗業，中學你都要繼續默書嘅。原來咁，所以作為家長能夠可以用一啲有效嘅方法去鼓勵佢哋咧，其實就係等於喺佢人生路上其中一個難點裏面支持佢哋。